大家好，我係馬頭涌官立小學嘅 Teacher Librarian 林莉老師。大家都知道，教育局課程發展關鍵項目價值觀教育12種價值觀係培養學生成為德才兼備嘅社會棟樑為目標。咁點樣先能夠成為德才兼備嘅社會棟樑呢？你唔能夠一日唔閱讀。今日我向大家推介一本不可多得嘅價值觀教育好書。無論你係成年人、學者、家長或者係學生，呢本書對你都好有益處㗎。相信每一個人都好想得到人生智慧，我都係啦，揾咗好多本書，渴望得着知識、智慧、洞見，與人與環境有更強、更廣同埋更深嘅認識同埋關係，令我哋喺人生嘅路上走少啲彎路，亦都碰少啲壁。最近我喺基道書講啦，睇到呢一本《箴言漫遊30天》，作者劉幸之，出版社橄欖出版有限公司。呢一本就係真係一本非常難得嘅好書。其實要談及人生智慧嘅書籍係唔容易寫得吸引人嘅，但係呢本書一啲都唔沉悶，我睇咗好中意，立即買咗落嚟。當晚我就睇咗一半啦，仲推介俾我啲同學朋友睇添。作者用佢好精煉嘅文筆啦，生動活潑、廣闊嘅視野同埋知識洞見呢，呈現不一樣嘅人生智慧。佢嘅內容包括5個單元，有與時並進涉及 AI 嘅雲端智慧。有控制個人 EQ 嘅情緒空間，交際人際嘅交往交友啦，婚姻家庭啦，同埋心靈旅程等等。嗱，其中呢第26天嘅21世紀智慧母親寫給孩子嘅信呢，更加帶出同理心、孝親、尊重同埋責任感嘅價值觀教育，實在係一本不可多得嘅好書嚟㗎。呢個書本呢，除咗有精美嘅插圖、生動貼地嘅例子，有精彩嘅重點分享，更加有一啲引導嘅問題啦，同埋一啲圖文。我雖然好忙，都係一睇再睇，真係愛不釋手。當中涉及嘅價值觀教育呢，係多達10種以上嘅。我俾呢本書深深吸引，亦都誠意推薦俾大家。希望大家喺呢個萬變嘅世代，得着真正嘅處世智慧，立足於世界，活出真正嘅智慧人生。